智參加咗環保專家舉辦嘅環保教育活動，學到好多關於全球暖化同低碳生活嘅知識。各位同學，你哋知唔知咩係全球暖化？我哋日常用電、揸車會產生好多溫室氣體，就好似棉被將地球冚住，搞到地球發燒。所以我哋要由衣食住行開始實踐低碳生活，即係減少呢啲溫室氣體，等地球降下溫。哇，我明啦，即係我哋着住舊嘅衫，熄燈慳電，行多2步路就已經可以幫地球。我要返去即刻開始行動。小智深受啟發，返到屋企之後決定馬上行動。不過呢，佢嘅方法似乎有啲得意。小智返到屋企諗嚟諗去，決定由慳電入手。佢拎起一把鐵錘。嘿喲，專家話要慳電，等我鑿個窿，借鄰居啲光嚟用，咁就唔使開燈，零用電夠晒環保啦。哇，點解我屋企埲牆多咗個窿㗎？小豪，唔使驚，我喺度實踐低碳生活啊！借你屋企啲光嚟用，咁就唔使發電，減少碳排放啦。傻豬嚟嘅，低碳生活唔係叫你完全唔用電變成原始人，係叫我哋改變生活習慣，減少浪費不必要嘅能源，最重要係達到可持續發展。可持續發展個名好深啊！即係我哋要滿足而家嘅需要，例如我哋可以繼續用燈打機，但係同時唔可以影響第時嘅細路哥，等佢哋都有資源用，咁先叫可持續㗎嘛。咁我哋可以點啊？唔通唔用電器？我哋除咗節流可以開源㗎嘛，即係用乾淨嘅能源，例如太陽能。好啊，太陽能即係接等個太陽照住我屋企，用佢啲光嚟睇書，用佢啲熱力嚟沖涼。我要即刻上天台開個窿先。唉，環保多啦，都係交俾你啦。Hello，我係環保多啦，等我帶你哋去認識咩係可再生能源啊！環保紙飛機。環保多啦，你同小智解釋下咩叫可再生能源啦。可再生能源就係源源不絕嚟自大自然嘅能源，好似自助餐咁，食物攞極都有。自助餐正喎，有刺身龍蝦，仲有好多雪糕添。你唔好咁為食啦。環保多啦帶小智同小豪飛到香港迪士尼樂園，睇下全港最大嘅太陽能發電系統。你睇下呢啲太陽能板可以吸收陽光，再轉化成電，儲起嚟等我哋日夜都可以用啊！唔會好似燒煤發電咁排出污糟嘅氣體，令到地球病咗。哇！原來唔係直接曬太陽，係靠呢塊板嚟發電，咁神奇？唔係啊，你睇下下邊，環保多啦帶我哋去咗學校附近嘅小坑村。係啊，可再生能源其實好貼地㗎，你睇好多村屋嘅天台已經裝咗太陽能板啊！真係喎，好似一塊塊黑色嘅玻璃咁。仲有啊，佢哋仲可以參加中電嘅上網電價計劃添。上網電價咩嚟㗎？即係你屋企用太陽能發咗電，可以賣翻俾電力公司。等啲電可以俾社區一齊用，咁樣你幫到個社會，又可以減免自己嘅電費，一舉兩得。經過今次嘅奇妙旅程，小智終於明白，原來環保唔單止要節流，仲可以開源。我終於明啦，原來環保唔係咩都唔用，係要聰明咁用啲對地球好嘅方法。我要返去同爹哋媽咪講，等我哋都研究下裝太陽能板。仲有啊，政府同科學家都不斷研究緊點樣喺香港發展更多可再生能源，等我哋一齊期待啦。